节目底部啊有唱到安度安尼实力派歌手啊来重新诠释安尼客家歌曲啊，真的另外一番的风味呢，真的今日节目最尾呢，我哋邀請到劉曉熙帶來嘅新歌《熱講講何中強》。希望各位觀眾朋友呢，做得滿意我哋今日節目。還記得哦，下禮拜同一時間我記得收看客家喜樂園 Hot Music， 拜拜，拜拜，張偉亮。一條爛冬瓜，一講講何中強，講邊路何中強，竹開花何中瓜，瓜麥梯摘來賣。學持久，煮個正，學持久，叫個咬個學持久，有個背背到呢，背到北宮啊！飲一條爛冬瓜。飲一條爛冬瓜。